关心过住户无来看一个较趣味消息。伫台南，经过16年，伫台南佮举行的台湾灯会为元宵节开始以来，逐工参观的人潮是有够济。其中，龙来台湾的注定气势十足，和真侪人学乐嘛，引起真侪人伫讨论。都网友为注定无共款的角度做趣味的联想。有人讲，这个掠龙做龙，袂输是准备要灌拿；，有人讲像果子啦，有的讲像壁虎，有的讲像招财猫顶顶，真趣味。也毋过，嘛发现讲，今年的注定甲12年前台湾灯会伫中华的龙的注定，真正是共款。这尾龙金死时，这是2024台湾灯会注定拢来台湾，暗时真抢眼，你是目金光闪闪。只是这座龙的注定，都有人用无共款的角度来做解说。好像上灌篮高手一样。流川枫还是樱木花道灌篮的样子非常的逗趣，觉得蛮像在丢球的灌篮的样子。工作上灌篮高手随来比对一个龙的模样，佮真正做成要投篮球，佮有人讲做成虚的。电影的主角佮一个比看卖敢有成，佮有人讲背后看起来做成招财猫仔，甚至佮讲做成善人啊。网友的创意，互大家拢笑甲夹叫。12年前，伫咧中华上场的台湾灯会龙的注定烧伤度强要100%。不过，这摆注定的创作者讲，其实嘛是淡薄无共款。12年前，它是浮于云，所以它是在云的上面。那在龙来台湾，2024年今年，我们的浪是因为要结合台南在400年前开启了大航海时代，所以它是完全在浪的上面。这个遨游。踮咧16年，伫咧台南上场的台湾灯会，和南北二路的民众拢来遮斗热烈，啊，注定的讨论度嘛，伫咧网络顶是凊甲抓袂条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